顾明南，你不是烂泥，至少在我眼里不是。烦人精！顾总出来了，顾总，王传宁大学时曾多次霸凌同学，请问是真的吗？大学时欺负起曹策，还霸凌同学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30不到。是吗？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。假的，明南他……我来说，谁说的？当然是您的大学校友。哦，是吗？上大学的顾明南逃课霸凌，跟一个没上过大学的顾明南有什么关系？您是说？对，我就没参加过高考，连高中都没有毕业，更没有上过大学。这么说，首富顾明南只有初中学历。查到了，顾明南高考弃考，被他爸赶出家门，家长都给了他后妈生的弟弟。顾明南开奶茶店起家，还娶到了高中学霸校花，太励志了！顾总别走啊！拦住！顾总，先别走！来。小心！顾明凡，是你？蠢货老爸的家产都被我输光了，我就只能拿哥嫂的遗产来进行翻版。顾明凡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们风光大葬。顾明南，都怪我，我不该帮顾明凡拿到继承权。顾明南，对不起，下辈子我一定先爱上你。鱼，快醒醒，上课了！快醒醒，快上课了！江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福州。哎呀，小鱼，你睡糊涂了！好疼，我竟然重生到了高3，应该怪我老公重生啊！他做梦都想重新高考。等等，他高3就坐在我后排。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又逃课了。顾明南来了，赵老公现在可是校草，好期待啊！挪前面去点，
碰老子桌子了？顾明南，你欠打是不是？想打我？回去告诉顾明帆，我打狗从来不看主人，他的舔狗，来一个我打一个。前世的现在，我跟顾明帆走得很近，顾明南就故意欺负我，谁让我眼瞎呢？脑子有病！贱死了！这样的顾明南，我10个都不要！哼！10月6日，顾明南骂我脑子有病，掌先记事，结了婚慢慢送。当务之急，让他好好学习，保住继承权。同学们呐，最后阶段，大家千万不要松懈啊！真该让你好好瞧瞧你以后熬夜自学的惨样，看你还敢不敢摆烂！哼！你白天工作这么累，晚上还要自学大学课程，太辛苦了，缓2天吧。我现在只是在偿还高中欠的债。顾明南，不许睡觉，起来学习。你这八婆今天有病吧？莫生气，莫生气，自家老公，哼，耐心一点儿。你再睡觉，我就扎你！你凭什么管我？我是班长，有义务监督你。是顾明帆派你来折磨我的吧？好，你有种！很好，没打瞌睡，第一步成功。活久见了，顾明南上课竟然不睡觉了。哼，下课睡觉也要管吗？林宇，哟，你的小情人来了。林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电话不接也不来给我补课，你可是我的搭档啊！你要是不努力，我还怎么拿全国英语竞赛金奖？顾明帆，这次竞赛我不会参加，以后我也不会再给你补课了。林宇，要是没有我救你，你早毁了。小妹妹，一个人啊？别害怕，哥哥们带你玩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！妈的！同学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你怎么样？要去医院吗？是有点难。
你有义务去辅导我学习。顾明帆，你装什么装？救我的人根本就不是你，你还骗我给你补课，骗我带你竞赛加分，你这个骗子！我说林雨怎么变舔狗了，还有这种内情啊！顾明帆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尹雪！可不是嘛，真是没想到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不是，我还要靠他拿金奖，不能翻脸。林雪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只要你继续帮我，等我考上清大，我们就在一起。哼，考上清大就在一起？我们说好的，考上清大就在一起，你骗我！我可是未来顾氏总裁，想做我女朋友，穷鬼你也配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顾明帆，你要是再骚扰我，我就把你骗我的事情曝光给全校看。你别后悔！哼，顾明帆，前世是我帮你考上的清大，你才能拿到继承权。这一世，清大和继承权一个都别想要。哟，吵架了？顾明南，那天救我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拽！你该去医院挂个眼科了。我是坏学生，没这么好戏。我知道，你记恨我认错了人，我跟你道歉，咱们讲和了，好不好？切，无聊。为了报答你，我决定免费给你补课，还要监督你好好学习，直到高考。你爱爱爱爱停不下来，坏坏坏坏你坏的可爱，我想要跌进你的怀，不理不睬，被你打败。看来林雨攀上顾明南了，一头烂泥还当宝，有眼无珠。吴峰，老规矩，把顾明南给打了，我带班主任和我爸去看。吴峰，又是你，活腻了。少逼逼，拳头说话。不许打架！啊！林雨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校花竟然把南哥给打了！以后顾明南我罩着，你们打他就是打我，你们打他就是打我。顾明南因为高中打架进局子而后悔一辈子，我不能让他再做傻事了。哟，顾明南，校花说她要罩着你。八婆，你有病就去医院，别在我这发疯。我说过了，不许打架。大校花，顾明南不打女人，我可就不一定了。再不走就要挨揍了。这个书呆子一定吓得尿裤子。我话就放这儿了，以后谁要是敢跟顾明南打架，我就告校长去，说你们合伙打我。老大，他可是清大的苗子，校长的掌中宝，万一他告状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好，好，好呀，顾明南，算你狠。走。站住！八婆，你满意了？不满意，
复习去。撒手！我才没空当什么好学生呢。大校花，你就放手吧。强求是没有结果的，你俩不是一路人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完蛋了，南哥，你爸来了！顾明南，你都欺负到林雨头上了，你！哥，你又打架，你就不能够学学我，让爸爸省点心吗？顾明南，我真是上辈子做尽坏事，才摊上你这个孽障儿子。爸，顾叔叔，你误会了，顾明南没有打架，他找我是来补课的。我们正商量着呢，您就来了。补课？你说，明南他主动找你补课？林雨，这是我哥逼你说的吧？别怕，我爸来了。谁说他逼我了？他态度可好了，还把手机送给我当补课费。我不信你们看。我看他还挺有诚意的，刚准备答应他，你们就来了。你怎么知道密码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？就顾明南的小脑子，密码不是4个1就是6个1，太好猜了。很好，有进步。哎，老顾，我就说嘛，这孩子早晚都会懂事的。儿子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我也有脸去见你妈妈。前世他们势如水火，直到顾叔叔去世，顾明南才幡然醒悟。可惜已经晚了，这一世我一定要帮他们解除误会。一个丧偶半年就再婚的人，没资格提我妈。一个丧偶半年就再婚的人，没资格提我妈。你就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可是你爸！你不配！爸，南哥，顾明南，顾叔叔为了让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才再婚的，你会后悔的。南哥，等等我们呀！爸，我哥他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啊。老顾啊，明南的事儿先放一放，我们先研究一下民番竞赛的事儿。走到办公室去说。啊，林宇，晚自习过后你也到我办公室去一下。啊。此次竞赛关乎整个府中的名誉，你说退赛就退赛，林宇你也太任性了！拿下金奖就有一个清大的保送名额，这直接关乎你的前程，我希望你慎重考虑。前世我带着顾明帆拿下金奖，他才有机会上清大，这辈子我才不会便宜他。让我继续参赛可以，但我要换搭档。明帆的英语全学校排名第2，除了他，你别无选择。谁说我没有选择？我正式宣布，我选顾明南做我的搭档。林宇，你为了气我，竟然选我哥！我不同意啊！顾明南那个混，那个学渣，他去了只能给学校丢脸。林同学，我的儿子我最清楚，你选他就是自毁前程。在你们眼里，顾明南是垃圾，是烂泥，但在我眼里，他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我的搭档只能是顾明南，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。让我参加英语竞赛，你有病吧？我已经跟学校商量好了，我们一起努力把金奖拿下。
保送清大，加油！神经！啊！顾明南，这是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小鱼，你糊涂啊！你怎么能带顾明南去参赛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都上论坛了，大家都在说你在追顾明南，扒着人家兄弟俩来回追，想家豪门想疯了。全市的高中都知道附中出了个极品舔狗，丢脸。嘴长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说去。我俩换个位置。想躲我？没门！咱们俩也换一个。我要挨着顾明南坐。你要是敢换，我就让你好看。要我好看，我也要搬。不许打游戏了。好好学英语，把这道题做了。我就不做，有种扎死我！夫妻多年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哼！嘎哒嘎哒！内里跳！你哭什么哭呀？我又没欺负你。顾明南3大原则：不打女生，不碰女生，见不得女生哭。好，别哭了，不做。那你不许乱填 ABC， 一会儿我要检查。小小学渣，拿下！写完了，我去打篮球了，别烦我。这么快啊？哎呀，我看到了，他题都没看，都是乱写的。我知道你想报答他，可他只会给你拖后腿啊！要不你还是换个搭档。完了，小鱼气疯了。谁说顾明南只会拖我的后腿啊？这怎么可能？竟然全对！他一定是拿了别人的试卷。顾明南的英语可是母语水平，考到水平1只是为了气他爸爸。这次的金奖是我们的。儿子，妈把庆功宴都订了，加油！你稳定发挥，拿金奖不成问题。哎呦，顾总，这是您儿子啊？是啊，这是我儿子顾明帆，附中的参赛代表。您儿子就是那个在附中连跳2级的学霸，厉害呀！哎呀，小姑娘，顾明南就是个混不吝的混账，你做好退赛准备吧。让你不听劝，选顾明南那个废。我会证明我的选择没错。他去打台球了，林雨，你不仅要退赛，还要名声扫地，你还真是活该。顾明南，我等你。不愧是南哥呀！南哥，你是真火了，校花都为你赌上前程了。
他们还在赌南哥你会不会参赛呢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校花要泪洒赛场喽！闭嘴啊！南哥魂不守舍的，不会是担心校花吧？这林雨也是傻，谁不知道咱们南哥是驰名学渣，扶不上墙的烂泥啊！在你们眼里，顾明南是垃圾，是烂泥，但在我眼里，他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我的搭档只能是顾明南，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。林雨，算你狠！哎，南哥，行。全国中学生英语比赛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参赛选手入席。这位同学，你的搭档呢？他的搭档早就临阵脱逃了。可根据赛制，如果没有搭档，你只能退赛了。我知道，顾明南果然没有来，林雨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了。金奖无缘，还丢这么大的脸？我还是太心急，应该给他点时间。谁说我没来的？不怕累，直到我们都笑了。我喜欢你，开始你疯了，我爱上你，傻傻听我的，我会上你世界。给你个棒棒糖，过去吧。顾明南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我肯定会把竞赛搞砸的，你现在后悔还不晚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最后一位参赛选手已经到齐，那么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顾明南，你来了也是自讨苦吃。下面有请1号选手顾明帆进行全英语自我介绍。Ladies and gentlemen. Thank you. 好，这分数也太高了吧！托总单项第1名啊！顾总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哪里，是他妈妈教的好。我儿子这么优秀，顾家的家长是你们是傻的。下面请2号选手顾明南登台。看我这脸色不太好。他那个成绩来参赛，捣乱的吧？我都替他把掉。哼，南哥这是发什么疯啊？你懂个屁呀！南哥那是故意让他把自己棒你一耳光的仇。杀敌800，自损1000，损人呐！老顾啊，明南这么搞，顾家都得跌呀！我要跟顾明南断绝父子关系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这个发音简直就是母语级别。不可能，他英语直接就是倒数第一。搞半天，南哥竟然是个学霸，他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夺舍了。像，太像了，跟他妈妈一模一样。我花了这么多年才把他养肥，他不可能这么优秀。喂，顾总，伤兵什么时候？不用了，顾明南永远是我儿子。这不可能。3个。
没想到这么厉害。顾明南，你最棒！没想到服中竟然出了2个王炸，有请评委打分。满分？他这个口语和发音不拿满分都拿。南哥完赛！南哥！我说过我会把竞赛搞砸的，你拿不到第1，别哭啊！我还没上场呢，看好喽。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林瑜。顾明南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哼，彼此。你只是林瑜弃我的工具而已。我只要答应跟他交往，他立马就会把你给踹开。聒噪！吴峰，你马上发帖举报顾明南作弊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又一个满分！传闻有误，学霸果然是学霸。前世我就是第1名，后来还长期和外国人做生意，小小竞赛不在话下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还有笔试和辩论，别高兴了他走了。哼，臭老公。比试开始。满分，林瑜顾明南的笔试又是满分。满分，辩论环节又是满分。竞赛结束，比分统计完毕，请看大屏幕。真没想到，顾明南竟然是第1。顾明帆不是学霸吗？怎么连前10都没捞到？顾明帆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怎么回事？明帆的成绩怎么没进前10？明帆还小，总会有失误的。有请金奖得主林瑜、顾明南。南哥万岁！南哥！他们以满分获得金奖，同时获得清大的保送资格。让我们再次恭喜2位选手。当好学生的感觉怎么样？看见领奖，我还要去打台球呢。顾明南，我帮你圆梦了，我们清大见。难道明南不是坏孩子，是我误会他了？老顾啊，有人举报明南说他作弊啊！快看，有人举报顾明南提前买竞赛题，还花钱打点评委，连林瑜都是重金请来的。顾家这是下血本了呀！南哥竟然花钱当好学生，他把人下降头了吧？你看，网上都说我们顾氏为富不仁，要抵制我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饶不了他！林瑜、顾明南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得行！有请金奖获得者发表获奖感言。有请。顾明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诸位，我是顾明南的父亲顾正，我儿子顾明南做了错事，贿赂了评委，还买了竞赛题。举报，肯定是顾明帆搞过。金奖，我们不要了。顾氏将追加一笔慈善金作为赔罪。哥，我之前就劝过你，弄虚作假那只会对顾家不利。快赶紧道歉。爸，我之前也劝过哥，但是他就是不听，还说我敢告状的话，他就找人揍我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过来道歉！想让我道歉，下辈子。顾明南，你……顾明南，
你没有作弊，你快解释啊！没有呢。林雨同学，只要你把顾明南收买的事情说清楚，我会设法保住你的金奖，还有保送名额。顾总大姐，要我说，这作弊就是作弊，不能因为林瑜成绩好就放过他。顾叔叔，你为什么不听听顾明南的解释？他可是你儿子。就因为他是我儿子，我绝不能纵容他。林瑜，我爸这么做，那也是为了他好呀。好，我说，我是林瑜。关于我和顾明南合伙作弊这个事情，我在此澄清。不会吧？小花要出卖南哥？事关前途，小花可没这么傻。顾明南的成绩是真实的，他没有作弊。小花仗义啊！这是南哥给的太多了。都是。顾叔叔，我知道你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，是不想影响到顾明南和顾氏。林瑜，但你的做法，我不接受。我和顾明南不接受任何污蔑，我要报警。不能报警，林瑜，顾明南骗了你，你已经成为了他的帮凶，报警只会对你不利啊！一旦报警，不管你是否知情，你的金奖还有保送名额都保不住了。我劝你要慎重。我相信顾明南，你已经拿了金奖，我劝你最好适可而止。不劳你费心。主办方已经报警了，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你就不怕我真的作弊了？我相信你，顾明南。顾山，你真的暗恋我？我们是搭档，污蔑你就是污蔑我，我不能不管。我才没暗恋你。林瑜，我警告你啊，千万别暗恋我，要不然怎样？别爱哥没结。我没有作弊。我虽然是个坏学生，但我不想欠人情。我会配合调查，不给你的顾氏抹黑。顾明南，你有顾明南从不解释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报的警？我。有人诬告我作弊。根据警方调查，是有人蓄意造谣，顾明南没有作弊，颁奖继续。幸亏我做的隐蔽，没被警方抓到。顾明南，这次会是灾，下次我让你死。想必大家都很好奇顾明南同学的蜕变之路，有兴趣给大家讲讲吗？我不信他真有那么高的英语水平。肯定是顾家出钱摆平了。他比较害羞，我来替他说。顾明南在国外长大，中学才转回来。他去过20多个国家，精通5、6国语言。你怎么知道？他14岁就敢独自游历欧洲，靠着出色的语言能力畅通无阻。这又是谁说的？顾明南在国外离家出走，几个月才被找回家，还是他前世给我坦白的。这个金奖，他当之无愧。14岁就敢一个人游欧洲，深藏不露啊！他一定是故意考倒数第一的。原来明南他林雪，你死定了！
顾明南，你承认吧，你一直很优秀。哎，南哥，你真的一个人游了几个国家啊？南哥厉害呀！小意思。顾明南，等等我。顾明南，今天我帮了你大忙，请客。你不会真的暗恋我吧？你胡说！我警告你啊，离我远点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要想吃什么？火锅，吃火锅。猪啊你！这么多奖金，请客是应该的。就是。好吧，今天我心情好，别撑死了啊！顾明南，南哥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。火锅改天，别忘了。走了，南哥要挨骂了，给他点面子。我不走。走。哥，你虽然用手段逃避了调查，但作弊那就是不对。顾氏都差点被你害惨了，你赶紧给你爸认个错吧。我可没答应跟你交往啊，我的事儿你别插手。顾明南，你对，都是我做的，让你失望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好好吵一架，最好把顾明南赶出家门。顾明南，对不起，是爸爸错了，爸爸不该怀疑你。我没错，你怎么可能会错？要错也是我错。顾明南，顾叔叔，如果不是我坚持报警，顾明南今天已经身败名裂了。他心里有气很正常。今天的确是我不对，我一定要好好补偿明南。林同学，你真的要把保送名额让给明南？可惜他不想要。顾叔叔，我还希望您能好好劝劝他。小姑娘，你忽然对明南这么好，是有所企图吧？林雨，我不想跟你早恋，你把我踢出了竞赛团队，我能够忍。可是你不该为了故意气我而去接近我哥呀！老顾，你都听见了吧？绝不能让这种人带坏明南。林雨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对了，我带顾明南参加竞赛，的确有所图。小贱人，你要是再敢接近明南，我就撕了你！顾叔叔，你还记得1年前顾明南打架进派出所的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在校外打架，我根本没有告知学校。要是让学校知道你打架被拘留，我捐再多的楼也保不住你的学习！混账！快滚！滚去学校，别再回来了！顾明南是为了救我才跟混混打架，他没有打架，是见义勇为。那他当时怎么没说？他是怕把我牵扯进来，被混混盯上。你既然早就知道，干嘛不说？你知道我们顾家赔了多少钱吗？我也想问问你的好儿子顾明帆，你冒领顾明南对我的救命之恩，看着家里赔钱，这笔账是不是该算了？顾明南为了救我，把混混全部引开，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，让顾明帆钻了空子。他说是他救了我，让我给他补课1年。他说的是真的？爸，我没有，他污蔑我呀！幸亏我从不留聊天记录。凌雨，你别以为你帮我儿子补课，我儿子就必须跟你交往，你不配。阿姨，
狡辩只会害了你儿子。这是那天的监控视频。都1年了，他不可能有视频，一定是在诈我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污蔑我，顾氏的法务不会放过你。顾叔叔，你看他，铁证如山还这么嚣张，看来平时也是撒谎成性。我现在就要起诉你，我不仅要服中开除你，我还要全市所有学校都封杀你。哎，妈，别这么绝。林瑜，你只要在周一升旗仪式的时候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来道歉，并且答应我继续补课，我可以不起诉你。住口！老公，明南的确是见义勇为，你怎么能抢你哥哥的功劳？爸，那视频是假的，我是冤枉的呀！视频是我从派出所拿的，你再狡辩，咱们派出所见。明帆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怎么能做出这么大的事啊？是啊，一定是林瑜做局害他。也是，顾明帆一个人骗不了这么多人，肯定有大人在帮他。贱人，你闭嘴！老公，妈，你闭嘴！老公，你打我！我把明南打架的事交给你处理，没想到你们2个合伙来骗我，你还让我把明南赶到学校去寄宿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！闭嘴！妈，我为了明南才娶的你，你要是再敢算计他，就给我滚出顾家！妈，妈，李玉同学，这个事是我顾家不对，我替明帆给你道歉了。顾叔叔，你最对不起的人是顾明南。是啊，这些年我对他的确太疏忽了。父子没有隔夜仇，顾叔叔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劝回顾明南的。叔叔再见。地狱，给我等着！顾明南难过的时候，就会来这家网吧打游戏。哎，帅哥，你打游戏打得好厉害呀，能不能带带我？滚！哼，老子跟你脸！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爸让你回家，他知道错了。烦人精！你，切！学习才是最美好的事情。你再缠着我，我就当你暗恋我了。暗恋你个大头鬼！我是来上网课的。随你便。烦人精，你一来我就一直输，你是来克我的吧？自己菜还不敢承认啊？你。
跟了我2条街了，还说不是暗恋我？回学校就这一条路，我才没跟着你。你个王八蛋，活该你追了我2年。哥，这不是上次那附中的妞吗？上次没得手，这次又遇上了，缘分呢？走。哟，美女，又见面了。上哪儿去，小妹妹？来陪哥哥们玩玩啊！我说过，不准动附中的人。顾明南，上次限你条腿，这次老子限你脑袋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逃不掉的。你报警了？我为什么不报警？那你自己去录口供。哎，你也是当事人，不许走。推个人脸上还能擦伤？擦擦吧，别感染了。因为你，我进了2次局子，你才信。你尽管扔，我还有很多。好疼啊！你干什么啊？闭嘴！我看你就是存心报复。明南，顾叔叔，都处理好了吗？我不仅要追回赔的医药费，还要起诉到底。明南不能白白挨揍。明南，对不起，是爸爸识人不清。上次我在国外，让苏妍来处理这件事情，我没想到他没问事实，就给你定了个互殴的罪名。我已经解除了他公司的职务，他再乱来，我送他和明帆去国外。我带林玉先回去。哎，我还给你买了零食。顾叔叔，我帮你转交。哎，你晚饭都没吃，要不要吃点？闭嘴！那我饿了，我可要先吃喽。拿，你不是不吃吗？这是我爸买给我的，谁说我不吃了？小气鬼！在网吧陪着老公几个小时，晚饭都没吃，好饿呀！挑一个吧，挑一个你喜欢的。我都喜欢。海风吹过的夏天，仿佛从来你都在我视线。晚安上去。拿来吧你！不服呀！安静！林雨，好狗不挡道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距离月考还只剩1个周。顾明南他就算把英语考到满分，那也只能够拿到150分，还是倒数第一。跟我斗，他毫无胜算。我听说你和你妈要被送出国了，难怪你这么急。月考一过，顾明南就会被立马打回原形。这顾家继承人那只能够是我。我得想办法
让顾明南好好月考。哎，南哥，咱们是不是快月考了？月考？考都不考。顾明南，金奖你都拿下了，月考有那么难吗？我家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要考试？你真该让你看看你前世被逐出家门，打工送奶茶送到中暑的惨样。送奶茶的小哥中暑昏倒过来了。天哪，这么热的天还送奶茶，真辛苦呀。看晕倒在那，老半天了。大家快散开，他需要通风。顾明南，顾同学，要怎么样才能好好月考？你去操场跑10圈，我就考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啊，哎，小鱼，这10圈最起码得4、5千米呢，你怎么吃得消啊？只要能让顾同学好好考试，值得。哎呀，那个烦人精，不会真的去跑圈了吗？疯了！小鱼难道真去跑了？还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我也去看看。他才没那么傻。南哥，不好了，小花他出事了！小鱼，你脸都白了，你别跑了！我一定要跑满10圈。小鱼，林云，你是猪吗？我让你跑你就跑。于姐，你说什么？还剩1圈，我就跑满10圈了。你再跑，我找人揍你啊！林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只想你好好考试。我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，你放弃吧。能感受心疼，我想化成隐形的人，隐藏我的泪。顾明南，你不是烂泥，至少在我这里，你不是。好，你跑，你爱怎么跑怎么跑。小鱼，分镜，你怎么了？顾明南，我跑完了，你要好好考试。我送你去医院。小鱼，你先垫垫，等一下食堂人少了，我再去打饭。谢谢。哎，小鱼，要不你还是放弃顾明南吧？你都为他滴血汤输水了，可他呢，把你送过来也不进来看看。背后嚼舌根，小心烂嘴巴啊！吃完记得洗碗啊！哇，好香的饺子，这是哪个食堂做的？我爸做的。
那替我谢谢顾叔叔了。那小鱼，我先去食堂了。你饭盒里的是什么？给我吃一口。别得寸进尺啊！我是病号，就要吃。林雨，你反了呀！我就要吃。林雨，你反了呀！我也想喝。你没有？我都看到了，你有2杯。你想屁吃，都是我的。头好晕。医生说我有点低血糖，得奶茶才能治好。拿去，撑不死你。是我爸听说你晕了，非让我过来送饭，我才过来的。谢谢你，顾明南。你可别爱上老子啊！我可不喜欢你。顾明南，我输完液就来找你，好好准备月考。你想得美！南哥，他们谈恋爱了？哎，听说林瑜让他好好考试，真是疯了吧？我都答应你好好考试了，你能不能别缠着我？回去复习，不然我就一直跟着你。你再缠着我，我就告老师去，说我俩早恋。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，最好在下一秒。你这种优等生也怕被请家长吧？你就算说咱俩结婚，也得给我去复习。你走，复习去。你的限量版篮球。写完了，拿去。他前世可是首富，智商1等1，小小考试不在话下。你就做了选择题，其他题就写了个解。我就这水平。算了算了，冷静冷静。这是我的试卷，抄总会吧？给我抄！抄你个头，哥没空。你不抄，我就一直烦着你。抄一遍，总该有点印象了吧？老顾，你看，明南都开始做作业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还是林瑜有办法。
有林玉帮忙，这次月考哥一定能出成绩。哎，不像以前一样交白卷，就谢天谢地了。顾明南，你就等着现原形吧。吃完了。这道题你选错了，应该选 A， 因为……哎呀，哎你妈！我妈就是你丈母娘，你倒是去 A 一个试试。算了算了，不气不气。好歹把卷子抄完了，顾明南你真棒。我这还有英语、语文、物理，一起抄吧。林雨，你信不信我找人揍你啊？不信。顾明南该不会真的找人打我？安静！等一下！完了！以后你再烦老子的事儿，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知道不？哦，这是学校外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给我滚吧！顾明南，好好准备月考，敢打架我就烦死你！滚！嘿，南哥，学校都传遍了，说校花喜欢你，你就从了他吧。别提他了，烦死他了！找吴峰去。吴峰竟然敢发帖亲南哥老底，弄他！敢打架我就烦死你！让那八婆知道，一定烦不死我。南哥，怎么不走啊？下周就月考，我去复习去了。我的个乖乖，南哥居然说他要好好复习啊！南哥都开始卷了。岑夫子，但求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顾明南，记得检查好学习用具，中性笔、尺子，哦，还有二 B 铅笔，我来检查一下。我又不是你，丢三落四。林宇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准备考试了。大家认真考试，不要东张西望，交头接耳。这家伙以前考试都是睡觉交白卷的，有进步。臭老公，好好考。我铅笔呢？看来顾明南又要交白卷了。顾明南，你注定当不了好学生。南哥，我去买包子了，不许跟我抢包子！顾家要的继承人是我这种品学兼优的优等生，不是你这种废物。还有10分钟，大家再好好检查一下。顾明南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会好好考试的。不，他从不失忆，一定是遇上什么困难了。难道？老师，怎么了，林宇？顾明南的2B 铅笔落在我这儿了。他怎么知道？
下次长点记性。顾明南，你不是啊你，是想在我这里？你不是。就是你。翻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带铅笔？猜的。我不占你便宜，多少钱？报高一点，正好让臭老公请我吃饭。250块。传你了。手机到账250元。人傻，钱多。南哥，你评委里啊，宁山说我是智障。考试不带2B 铅笔，不是2B 就是智障。幸亏我及时发现，赶紧去学校门口买了一支。真黑啊！竟然要我3块。3块啊！小卖部黑才卖我3块的，外面都只卖2块5。咦？南哥怎么生气了？看样子他要去揍人了。干什么？2块5的东西，你收我250。谁让你人傻钱多？那我就只能收着了。你。顾明南，你该不会从来没买过2B 铅笔吧？放屁！你把钱退我。夏天的风轻轻的，缓缓的吹过了你的左耳，告诉你些什么？开满木槿的阳台，种下的一朵朵即将快要见你紧张。我也记住你了，上到高3还没买过2B 铅笔的顾明南。南哥，你脸好红啊！气红的。南哥，你不会真没有买过铅笔吧？谁说的？我买过，以前都是保姆买的。看来南哥是故意花250找校花买笔的。爱情是人盲目。你也给我闭嘴！我考怎么样？你在哪儿？考得还行。小鱼，月考成绩出来了啊！快看看你考了多少分。不想看。南哥那成绩有啥好查的？对啊，南哥发挥一直都很稳定啊，每次都是倒数第一。他的成绩还用看吗？往倒数第一看不就行了？你放什么屁啊！南哥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成绩有长相，你拿什么跟他比啊？哼！顾明南不是倒数第一。什么？南哥连倒数第一都保不住了。哼，250分。顾明南，你还真会给爸长脸啊！顾明南，你骗我250，我还你250，很公平啊！你故意的！哎呀，我就说顾明南没救了吧！250块，传你了。2块5的东西，你收我250，你骗我250，我还你250，很公平啊！顾明南，被我抓到了吧？小鱼，你没事吧？气糊涂了？景姐，你能考250分吗？整整250分。这有点难度啊。
顾明南他在控分，他果然是个天才。学校宿舍住挺好的，我不回去。你爱住就住吧。对了，明帆说你的月考成绩出来了。爸，哥虽然只考了250分，但他已经尽力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。顾明南和我一比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想骂就骂吧。姜老师说了，你没睡觉，还做完了所有的事。明南，你真棒！爸，来，这一袋是给你的，这一袋是给林瑜同学的，你得好好感谢他替你补习呀。我先走了，快去，好好上课啊！爸，哥连个大专都考不上，你还要惯着他吗？考250分，对你哥来说已是天大的进步，倒是你退步了几十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考了650分，你要是不想学，我就安排你到国外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向哥学习的。一旦出国，家产就跟我没关系了，我不能走。偷偷叫我出来干嘛？还练我？我爸给你的。哇，都是我爱吃的，替我谢谢顾叔叔。就知道吃，出来。为了报答顾叔叔的零食，我决定。这个周六给你补课。你还真的？周六下午我在图书馆门口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我要是去了，我就是猪。你不来我就去你家。你要是找得到，就算你赢。First blood。南哥，你怎么还在玩啊？校花呢？没找你去补课？别提他了，烦死了。顾明南，怎么好像听到凡人君在叫我？幻觉，这肯定是幻觉。这可是在我家，他怎么可能找到这儿？南哥，这不是幻觉，我也听到了。你怎么找到我家的？你别管，快点下来补课。前世顾明帆败光家产后，这套房子就被顾明南买回来当婚房，我当然找得到了。我要是下来，我就是这个。你要是不下来，我就一直等。等着吧你。烦人精！南哥，要不你还是先去找校花吧，游戏改天打也行。别管他，爱等就让他等。哎，南哥，我这下雨了，你那儿呢？快下雨了，他不会一直傻等吧？顾明南，我就知。顾明帆，怎么是你？他不会下来的。林瑜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劳你操心。林瑜，我们和好吧，把顾明南狠狠踹开。他那种垃圾，给我们提鞋都不配。你才是垃圾，垃圾中的垃圾。你好，那你就继续等着。
一直等你。好大的雨啊！小伙应该走了吧？少废话。哎，南哥啊，我死了！凡人墙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我先不打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南哥，哎，是我的宿命，直到你的光影在我黑夜降临。顾明南，下大雨还不走，你是傻子吗？课还没补呢，我不走。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给你找拖鞋啊。和前世一样。李宇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他来给我补课。啊，快给小鱼换身衣服，感冒了就不好了。谢谢顾叔叔。限量版球衣，撑坏了要原价赔偿哦。小鱼第一次来，你还不快带他去浴室？没事，顾叔叔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谢了。你经常带小鱼来家里？我没有。这些事情自己把控，别忘了学习就好。不是我给你钱，还课你带他去吃顿火锅去。厨房里还有鸡汤，别忘了给他补补身子。再来一碗。你这还没喝完就要再要一碗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一样？说，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要是下次月考进年级前100，我就告诉你。算了，不想听。反正你也考不到啊。怎么样？敢不敢赌一把？还喝？去补课。一定要让李宇离开顾明南。先生女士，你们的毛肚，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加菜的吗？这个，还有这些我都点了。啊，没有了，谢谢。好的。吃，小心胖成猪嫁不出去。你放心吧，我这样的不愁嫁。毛肚，1、2、3。你喜欢吃毛肚啊？毛肚是火锅的灵魂。5、6、7、8。
椒、毛肚，我来啦！哎，这是我的。你的？你叫他一声，他答应你吗？活该！活该！小心！顾明南，你疯了！你等什么？我自己会躲开的。我只是不想让油弄脏我衣服，我衣服很贵的。嘴硬，下次不许了。臭老，明明就是担心我。顾天勇，我见鬼了！有屁快放，淘戏呢！我看见南哥和校花在吃火锅，校花还穿着南哥的限量囚服。你放屁！囚服可是南哥的命，怎么可能借给别人穿？你等着。南哥，我不管，我要吃洗澡。你吃屁！你这，我没跟他谈，他来给我补课，衣服湿透了，我再借他衣服。哦，那我衣服也湿透了，把你限量版球衣借我。你想？顾明南，嫂子好。他在生病，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意思。你的衣服。顾明南，谢谢你。快走吧你！你再放屁，小心我揍你！小鱼，小鱼，你跟顾明南在谈恋爱？谁说的？顾明南粉丝群啊，有人发出了你们两个在火锅店吃火锅的照片，这可是顾明南第一次跟女生单独出去吃饭，你还穿了他的限量款球衣，有情况？顾明南，还有粉丝群？对啊，群里可都是顾明南的追求者。我看看。我有顾校草打篮球的照片，想不想看？想看，快发！校草粉丝群500多人啊！对啊，以前只有200-300人，自从顾校草得了金奖之后，这群里的人越来越多。你怎么有这种群啊？就是他们在群里发布校草的照片，他们就会发红包。我没跟他谈恋爱，我给他补课，他请我吃火锅。那天我衣服湿了，我才跟他借的衣服。你最好是，要不然你压力可就大了。据说群里有顾校草的粉丝给他写了无数封情书。11月20日，顾明南有600个粉丝，气死我了！这不是刚来的转校生宋果吗？11月2日，顾明南纵容别的女生给自己送饮料。都是给顾明南的情书。
看桃花还不少啊！顾明南，你要是敢早恋，你就死定了！我就说是哪个神经病天天塞情书，说的是你。我跟你说，全世界的女生都死光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人丑就多读书，别整天自恋。算你有点良心。好哥，我喜欢，下次就送这个。送过送的，不是我。我就说怎么那么难喝嘛！你好，顾明南，我是宋果。这个宋果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，给顾明南写了58封情书，还特意为他转到了咱们学校。还是作业太少啊！顾明南，以后别往桌上放东西，更别对老子有想法。看什么看？你也一样。明南，林雨，顾明南，出来一趟。高三了，学业为重，我不想再听到你们两个早恋的传闻了。老师你放心吧，我要是早恋，就直播倒立洗头。那我就直播吃翔。行了，我去上课了。林雨，哎，老班的茶这么快就喝完了？我跟老班保证了，绝不早恋。哎，看来不用担心宋果找事儿了。宋果？找事儿？对啊。哎呀，你看，宋果在群里说要找你麻烦呢。你看，林雨校花还是学霸，怪不得顾明南动心。谁都别想跟我抢顾明南。林雨是吧？给我等着！林雨，我警告你，离顾明南远点儿，他是我的。前世顾明南缺席高考，宋果也没考，他本来是可以考上清大的。宋果是吧？我也警告你，别为了个男人毁了自己的学业。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哎呀，顾明南，宋果他疯了，他说要找人打小雨。在哪里？就在那边的阶梯走廊上。顾明南这么紧张，他不会喜欢上小玉了吧？哎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敢跟我们国贼抢男朋友？我喜欢顾明南6年了，你没机会了。喜欢了6年都没结果，我劝你还是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上清大吧。你让开！你真以为我不敢动手是吧？滚！这急了，老子女神也倒。顾明南，我喜欢你6年了，你竟然为了林雨凶我！顾明南啊，让你招蜂引蝶。关林雨什么事？我说过，别对老子有想法。顾明南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知道我们果果为你牺牲了多少吗？你们也滚！顾明南，你不是说你不打女人吗？我可不是为了你啊，我只不过是看不惯他们。孽缘啊！小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
顾明南都把人骂跑了。刚刚顾明南听说你出事儿，立刻就跑过来了，幸亏有他。是啊，幸亏有他。顾明南听说你出事儿，可紧张了。难道？哎，别瞎说！我刚答应了班主任，学业为重。走吧。好好学习。我家宋果一直考第一，怎么到了附中就变第二了？哎呀，跟宋果跟排第一的林瑜差10几分，那排第二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昨天不吃不喝，哪里正常？一定是你们学校打压他。哎，小鱼，宋果回家一直哭，他妈以为他在学校受欺负了呢，现在正在学校闹事呢。上辈子好像没这个事儿吧？我倒要看看那个林瑜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这是在学校，你可不要乱来。林瑜，你给我出来！您是林瑜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女儿比？林瑜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女儿比？你他妈有病就去治，来这儿发什么疯啊？哎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！我在宋果的相册里见过你，说，你是不是跟他早恋？你有病吧？我说怎么退步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哼，你们一个勾引他早恋，一个在学校打压他，你们这是合着伙的欺负我女儿。不是，你的……哎呀，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，你有事跟我出去说。走。嘿，我女儿在家不吃不喝，今天他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考不过就闹事，我看你不是要交代，你就是纯不要脸。你勾引我女儿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把你爸妈叫来，现在马上打电话。你可以上网查顾氏集团，上面有我爸的电话。但像你这种智障，你打了他也不会接。好了，你少说两句。爸，哥又闹事了，你快来。学校不给个交代，我今天我就不走了。他是来找我的，你瞎掺和什么？我是看在你暗恋我的份上，我才帮你的。我是看在你暗恋我的份上，我才帮你的。谁要是再欺负你，就跟我说，看我不揍死他。都说了，不许打架。出去说，不要打扰到别人。你别走！你就别去掺和了，在这好好上课。大家好好上课。小鱼，怎么又有事了？家长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更大了。臭老公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小鱼，顾明南他爸爸来学校了，他爸爸肯定会打他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看一眼，那刺头肯定又要跟他爸大吵一架。小鱼，等等我！这件事情吧，跟顾明南没有关系，他早就拒绝宋果了。我不管，你们必须处理他。那你把全省学生都处理算了，这样你女儿就能考状元了。没教养的东西，让你爸妈来。好了，顾明南，过来给宋果妈妈道个歉，这件事情就算了。不能惊动老顾，不然顾明南又要挨打了。要我道歉，那还不如报警抓我。顾明南又惹事了。老顾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明南惹事了。爸，这回哥犯的错误非常严重，他玩弄了一个女生的感情，搞得人家连课都不上了。哎呀，哪有那么严重？你就是顾明南的爸爸？我女儿在家不吃不喝不上学，都是你儿子害的。你们家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阿姨，您放心，错在我们，我爸肯定会给您个满意的答复。这还差不多。顾明南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怎么回事？顾明南这个刺头，可
肯定会把事情搞砸的。不行，还得是我出马。如果是你错了，你就给人家道个歉；如果你没错，爸爸替你撑腰。爸，别人家长都闹上门来了，那还能够有假？我女儿手机里都是你儿子的照片，我还能看错？你闭嘴！我要听我儿子说。明南，你怎么说？我不认识他女儿，是他打林雨一巴掌，我才出头的。怎么回事？顾明南以前从不解释啊。哥，你跟宋果谈恋爱的事情早就被传开了，你就别再欺骗爸爸了。林雨该打，你更该打！林雨该打，你更该打！够了！具体原因我会调查清楚，但你绝不能打我儿子。爸，你看他这种家长，能教出来什么好东西？你们福州真是什么垃圾都收啊！你再指我爸，老子指你脑门上！你们要是不把顾明南和林瑜开除了，我就在这里坐着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好歹也讲点道理嘛你！明南，让爸爸来。爸，你就不要再糊涂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女儿宋果跟我儿子没有任何关系，也没加好友，不可能早恋。不可能，你说谎。还有成绩，这次月考，宋果比转校之前略有提升，但还差林瑜10几分。林瑜没有打压他。我女儿不可能考第2，是你们做局害她。你再敢胡闹，我就起诉你。你要是沾上了官司，你女儿也会受影响。妈，宋果他疯了吧？考不过你，追不上顾明南，就找家长来闹事儿，真是奇葩。明南，拳头解决不了所有问题，要动脑子。明帆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外的高校，高考后你就过去吧。爸，为什么？你还有点晚。抓紧时间，跟你的同学们好好告个别。咱们，走吧。幸亏这不是我妈，不然我肯定没来上学。李玉同学，这个事情我来处理，不会影响到你的。谢谢顾叔叔。我们家明南就拜托给你了。叔叔放心吧。我还有个会议，先走了。好好上课。把明帆少爷送出国，您真的舍得吗？这孩子心术不正，留在身边早晚是个祸害。明南少爷和林宇走得这么近，您真的不怕他们早恋吗？哼，林宇要是能看上他，算他走运。哎，小鱼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好，我邀请你了。我进群说了抢红包的。你确定？当然了。我拍到顾明南打篮球的照片了，想看想看。红包红包。
这个腹肌，这个腰，真是绝了！也不知道其他部位是不是也跟前世一样。你干嘛呢？鬼鬼祟祟，吓死人了！顾校草的粉丝群，你哪来那么脑残的群啊？我就是想看看，到底有多少人眼下。我看见了，你抢了20块钱的红包，你要请我喝奶茶。想得美！奶茶要多加珍珠，必须全糖。喝，就知道喝。以后你开奶茶店有你喝的。林雨，松果，我要转学走了。那挺好的。前世他为了顾明南毁了前程，这辈子他或许能有个好结果。我不甘心，我努力了3年才到顾明南身边，你凭什么跟我争？这个顾明南，你是来送我的吗？你要走了？其实，顾明南，我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喜欢你。顾明南，不会要答应他吧？不要啊！我认识你吗？那天我的书包被校外的人抢了，是你帮我追回来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哼，臭老公，还到处救人。不记得。顾明南，你有没有心？我有没有心不用你管，你要是再来找麻烦，我就揍你。你刚刚怎么不答应宋果的表白啊？小小年纪整天情情爱爱的，烦不烦？人家情情爱爱也能考年级第2，比你强。切，年级第2算什么？我要是想，我早就……你早就什么？哎，你早就什么啊？顾明南，你说你到底救过多少人啊？你要是嘴那么闲的话，就多喝点奶茶，天天叭叭个不停的，烦死了。我以后竟然会喜欢这种玩意儿。废话，砸东西有什么用？你得想办法留下来呀！妈，我什么都完了，我一旦出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谁说完了？只要你在出国之前把顾明南打回原形，你就能留下来。妈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我看出来了，都是凌瑜那个丫头从中作梗。只要弄走凌瑜，顾明南就不成气候。怎么弄？难道要杀人？我来处理，我保证让凌瑜离开顾明南。月考成绩出来了。啊，南哥，你是我的神啊！你居然考进了前200名！闭嘴吃饭。自从南哥和校花谈上，南哥就变优秀了呀。爱情的力量可真伟大。最后说一遍，林瑜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还瞧不上你呢。哎，小鱼，校庆的时候你准备表演什么节目啊？弹钢琴啊。
哦。不过只弹琴很无趣，我想找个人唱歌。臭老公，愣着干什么？快来争取啊！南哥，你唱歌这么好听，你去呗。南哥唱歌的视频我还保存着呢。啊？哼，没兴趣。臭老公又开始傲娇了。上辈子我演出搭档是谁来着？哎，7班的齐禾怎么样？我听说他唱歌挺好听的。对啊，就是齐禾。行啊，那我问问他去。小鱼，我听说齐禾在追你，是不是真的？南哥，你这怎么了？他人是挺不错的。不吃了，没胃口。南哥咋了？笨了，南哥这是为情所困。哎，南哥，你可得抓紧行动了，追校花的人可太多了。哎呦，无聊。灵山，把那个唱歌视频发给我。这就发。林一同学，齐禾来了。林一同学，那个，听说你在找演出搭档啊？我唱歌挺好听的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哎，谁在唱歌啊？这么好听，这歌声好熟悉啊！哎，谁在唱歌啊？这么好听！哇，顾明南在他空间里面传的唱歌视频太好听了。活着的勇敢，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。哇，唱的这么好 ，AI 做的吧？臭老公，来这招是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齐同学，我已经有搭档了。打扰了。哎，走吧，小鱼啊，走。臭老公，顾明南，中午没吃饱吧？要不要来包饼干？装睡是吧？你起来，有事儿跟你说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刚跟班主任说了，校庆的时候咱们一起唱歌。无聊，不想去。哦，那我只能换人喽。干嘛挡我啊？看在你上供这包饼干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。哎，不用勉强，我可以换人的。林雨，这就没意思了。那你好好准备，别搞砸喽。真是想看。哎，记得下午要排练哦。知道了。哥，你回来了。我们正准备出去吃饭呢。明南，听说你明天要去参加校庆表演，咱明南也出去了，就随便表演一下。明南进步可大了，拿了金奖，直接保送清大。这次校庆，哥一定会大放异彩。你现在可是优秀学生代表了，好好表现。我已经通知了所有亲戚去给你捧场。顾明南得意不了多久。
这次一定要凡人境大开眼界。南哥，出大事了！小华都要转学去一中了。不可能！千真万确，就现在，一中校长还在门口等着接他呢。拿着。 200万哇，林雨，还是校长亲自来接，学霸牌面真大。他就这么走了，那校庆怎么办？南哥，你看，我没骗你。林雨，林雨，你骗我！他确实骗了你。 是你搞的鬼！我妈给一中投了1000万，但条件是，他们必须挖走林雨。顾明南，而你在他眼里，连200万都不值。你怎么敢？顾明南，你打呀，刚好给爸看看，这样我就不用出国了。哥，你就是个烂人，他迟早都会放弃你的。滚！马上就到明南的节目了。接下来由高2、7班的同学带来集体舞，大家掌声欢迎。怎么回事？明南和林瑜的节目呢？现在不应该是高3的顾明南和林瑜吗？他们人呢？林瑜突然转学了，顾明南估计罢演了吧？亏我今天推了会议过来就给我看这个，明南这孩子也太不靠谱了。这孩子说罢演就罢演，也太不像话了。他以后可怎么管公司啊？哥或许是有什么事耽误了吧？不可能，明南不会罢演的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哥，你就是个烂人，他迟早都会放弃你的。怎么办？表演快结束了呀！这校花也太无情了吧！说走就走啊！南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台球室。都快要上台了，去什么台球室啊？现在这漩涡之间，没办法逃离，忘不掉的，是先离开的。你怎么哭了？他们和我说你要转学，一中花200万请我过去，我拒绝了。但他毕竟是我的母校，我就答应今天过去做一次演讲。你明知道今天有表演，还悄悄的走。你没看我发的消息？什么消息？我都协调好了，把咱们的节目调到最后一个。我手机呢？来不及了，走。南哥，你手机在我这儿，关机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还不来？明南不会来了，我们走吧。别走啊！哎，再等等，哥，明南不靠谱，你要把明帆送到国外，那以后顾氏谁来接班啊？是啊，你就这2个儿子，可要考虑清楚啊。明南到底是长子，顾氏当然得给他。爸，哥终究是会长大的，你就再等他几年吧。
同学们先别走，接下来才是今晚的重头戏。节目不是演完了吗？估计是领导讲话啊，撤了。哎，走了。真是哥，今天就做决定吧，不能再拖了。唉，这个事情。是明南，是我儿子明南。小鱼，你是最棒的！妈，怎么回事？体育怎么回来了？不可能啊，他明明都已经转学了。小鱼，你最棒！顾明南，你也很棒。南哥唱得太好了，唱在我心坎上了。好听。儿子，你真是爸爸的骄傲啊！明南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没错，有他爸爸年轻时候的风范了。顾叔叔，今天有点事情耽误了，差点让您白等一场。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，等一等也是应该的呀。听说一中花了200万让你转学过去，你不会是因为这个才迟到的吧？你是不是要转学过去了？那我哥的学习怎么办？苏怡，我听说你给一中投资了1000万啊？什么？什么投资啊？我没有啊！我妈都已经离开公司了，哪来的钱？啊，苏怡要求一中必须挖到淋浴，否则投资就不算数。一中出了200万挖淋浴。明南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老顾啊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没有啊！哥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妈呢？你可是她亲手带大的呀！这是你在一中校长办公室谈投资时候的视频。1000万我投，但你必须在服中校庆前把淋浴挖到手，否则我1分钱不出。这钱，哼，我可是顾氏董事长夫人，我还能骗你？是，哎。你这是看到林一快把南哥教好了，急眼了。就是，
这后妈不愧是后妈。老公，我真的冤枉啊，我真的没有啊。去，英兰，你希望爸爸怎么做？以顾氏名义，分别投资1000万给福中和一中，挽回名誉。其他的，就看爸爸你了。爸爸明白。苏妍，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寄给你。离婚？你就去国外和明帆读书吧，我保你们衣食无忧，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。老公，我求求你了，去！不要赶我明帆走了。滚开！来人，带出去，去警察！爸，滚！老公，爸。顾明南，你这次学聪明了。那你是不是快要喜欢上我？慢慢的，你和我偏离磁场，跟我在宇宙中心经你好，我不停追寻着你的轨迹与探索方向，不想被流放。干什么呢？顾明南，给我写个同学录吧。同学录。祝班长金榜题名，考上清大。咦，肉麻？哪里肉麻了？不写就还给我。我写啊。谁说我不写了？你的呢？拿来我给你写。无聊，我才不搞这些。哦，不写算喽。打篮球去喽。有卖同学录吗？有，在里面。你的？不是说不搞这个吗？我捡来的。不许偷看！谁偷看了？喏，还给你。毕业之后才能看。敢现在看你就是顾猪。幼稚，谁稀罕看啊？顾猪，我就知道你会偷看。顾猪，我就知道你会偷看。靠，你耍我？你骂我猪，要请我喝奶茶？谁让你偷看了？高考加油！别忘了你的2B铅笔。知道了，烦人精。拜拜。别紧张，高考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我知道。
顾明南，我喜欢你。考上清大，我们就在一起吧。高考加油哦！ 明南，你怎么笑了？爸，我要考上清大。尽力就好，别太勉强了。凡人教，清大见。来，我们为了庆祝林玉同学以全省第1的成绩考入清大，干杯大家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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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鱼，顾明南去哪儿了？一考完他就人间蒸发了。我也不清楚。哎，粉丝群里也没有他的照片，也没人发红包了。难道考砸了没脸见我？考不上清大，我也会和他在一起的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。哇，顾明南难道是要表白吗？这还用问啊？你看林云的名字都打上了。林云，我喜欢你。哎呀，小鱼，你快去啊！看来你这段时间都在忙这些。你喜欢我，然后呢？这是我清大的录取通知书。林雨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答应他！答应他！答应他！小雨答应他！顾明南，我宣布，你是我男朋友了。当我走向你，当白沙扬起，你就是命运啊！每个瞬间有你的场景，他们这算早恋吧？已经毕业了，不算早恋。一个是全省第1，一个是全省第2，都是我的好学生。顾明南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上大学了。哼。